停車場全自動感應照明系統。利用微波雷達或紅外線技術，偵測人車移動即時點亮。無人時自動熄滅或降至低亮度待機，能節省高達90%能源。適用於停車場，具全亮全滅或微亮全亮模式。感應範圍廣，可直接替換傳統燈管。無人無車狀態，全燈熄滅，只保留消防照明燈着。有人有車時，感應燈管會自動着燈。人車離開大約45秒後會自動熄燈。熄燈時間直接可以慳到電。有人有車時，感應燈管會自動着燈。人車離開大約45秒後會自動熄燈。熄燈時間直接可以慳到電。無人時自動熄滅或降至低亮度待機，能節省高達90%能源。聯絡電話：91808452。